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过去咱一直咧讨论讲美国支持台湾，咱讲这个程度已经来到历史上新的这个一页但是咱讲这个支持度愈悬，中国看了是愈来愈惨目啦冇人讲这中国已经开始咧做攻击台湾这个准备甚至冇人讲自过去咱讲3届的台海危机，就是这个时阵已经踏入去准第4届的台海危机敢是有影安尼？但是咱嘛看到讲上新的一份民调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针对这款的这个议题，就做这个民调，讲6%的这个民众无认为讲中国会拍咱台湾是咱有这个数字的这个3成但是这个3成这个数字6%的这个无人会信到讲中国真正会拍过来，都有人形容讲这真正是温水咧煮这个水鸡，危险来可能咱拢无自觉啦但是这可能嘛甲中国一寡这个因素，过去一直甲咱吓有关系咱台湾嘛是要吓大汉吓假啦另外咱讲到这个美国、澳洲嘛有学者就分析攻台时期到底是什么时阵？咱看到讲2022年就是明年啦另外2024年嘛有可能较晚咧来到2027年啦另外嘛有传闻讲中国这个人大常会可能会随时授权这个习近平随时对台湾动用武力啦若真正动用武力咧，对台湾的影响是啥物？大家可能会寻求讲美国是毋是来斗相共？日本是毋是来斗相共？6.5%的这个民众认为讲中国若是真正来拍台湾，美国会来出兵可能是6.5%这么悬的这个数字啦所以大家这个期待有信心但是大家对国军有信心无？对蔡政府有信心无？其实咱讲无到半数的这个民众对这个国军有信心，但是这虽然无到半数，这个数字已经是比英国拢较悬咱等下数字会头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另外咱嘛讲到美国一直咧支持咱台湾美国总统拜登嘛一直展现对台湾的这个支持，伊嘛讲到美国是世界上这个历史上真正是咱讲有上强的这个军队咱讲袂烦恼和中国发生着这个武装的这个冲突另外咱嘛看到讲国际这个社会，若是美国咧支持，日本嘛咧支持，咱过去有讨论过美国、日本同盟这款的这个概念咱嘛讲到欧洲这个部分嘛是真介重要，过去甲台湾较无交叉啦最近咱讲交流是哪来哪济，除了咱有讲过，这个外交部长去甲欧洲访问，即阵咱嘛看到讲欧洲议会嘛率团来甲咱台湾针对啥咧？针对着咱讲着假消息，甚至讲外界的这个势力、外部的这个势力，咱讲的就是这个中国对咱台湾，甚至对规个这个民主社会这个影响虽然看到讲这个部分安怎欧洲和台湾来做一寡交流和对话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讲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良，董事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第二位来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感谢教授。第3位来邀请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啦，咱头都讲到这个数字大家有影真欢喜去看到吗？应该是无欢喜啦。尤其真正若是真正拍来，大家拢认为无可能啦咱先来请教董事长这个数字代表是啥物咧？我想代表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到今仔日为止无认为讲中国会出兵拍台湾这个数字伫比较过去其实当然有一寡减少，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台湾人无认为，也是无感觉，也是无相信中国会出兵拍台湾。我想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讲，根据台湾人过去的经验这个阿强要拍台湾，拢是用喊的用嘴出一支嘴讲话讲甲真歹听啦但是拢用恐吓的文攻武吓但是哈久人民的话那是这个无理信你甲想这两岸的这个战争，为上近一摆是1958年1958年，迄是63年前的代志63年前的代志，即摆可能真侪人拢无啥物感觉所以既然遐尼久长的时间也无啥物战争，加有一摆是1995
95、96的飞弹危机嘛。台湾咧选总统，阿强也咧拍炮但是迄嘛是一个就是讲毋是真正的战争啦。OK， 嘛是一种海的方式啊。用海吼，这文攻武吓，所以这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也是讲人民的这个传统的智慧，我是安尼形容吼。所以台湾人无得惊咯，对吼。这第一项，第二就是讲，台湾人的判断就是讲，这个尤其是最近中国这个习近平对外的一寡作为吼，互全世界印象拢真歹。OK。所以世界主要的国家其实拢对中国真不满，真无谅解。所以伫这个情形之下，中国甲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即马来讲会当讲有史以来，也是讲1978年、79年以来上歹的时阵。在这个情形之下，国际社会会较同情台湾，会较支持台湾。这是一个真明显的。搁再就是讲，这个美国最近这2年，自从川普政府起来了，川普总统甲美台关系，咱讲是大提升。OK。这唔那安尼尔，美国政府的遮包括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遮相关的官员公开。虽然无讲到遮尔清楚，但是意思就是讲，阿强你唔通出手啦，你唔通凊彩要拍台湾，这因无法度接受。是。甚至拜登讲到上清楚，就是讲，如果中国派兵拍台湾，那么美国会去协防台湾就对啦哈。所以。总统就讲啊清楚啊，当然其他国务卿最近两三天前嘛，佫出来讲哈，所以互台湾人一个感觉讲，哇，真正这美国人毋是凊彩讲者以前讲战略模糊，即马毋是战略模糊，战略清晰啊，已经讲啊遐明。当然这真侪学者有一寡不同的解读，我想这是真清楚。另外就是日本 ，OK。日本尤其这个新的这个首相起来当然为安倍开始较紧，这个新的首相岸田这个内阁拢甲以前历届日本的这个政府作风无共款因较徛伫台湾的这个立场是所以台湾人嘛应该会相信讲，如果台湾发生问题去强遮去日本其实是足危险的。日本会影响日本的利益，毋是讲干那影响你台湾的利益。是因为咱的这个利益上介重要呀。是啊，这个地理的位置这是非常的重要。台湾若去阿强遮去，规个太平洋嘛是拢已经开放互中国啊。有影所以日本其实嘛会针对着这日本的利益本身会受到真大的冲击嘛，美国的利益嘛会受到冲击嘛，所以。台湾问题已经唔是台湾问题尔，是世界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印太什么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个梦，这个目标都会被摧毁嘛。是，所以咱嘛看到讲这个时阵更加重要。虽然咱讲到这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安尼咧支持咱，像头好讲到中国就是看安尼真插目所以有人讲这个准第4届这个台海危机，可能就是这个时阵。咱讲到第1届台海危机的这个时阵，迄当阵拄到这个韩战结束，这个毛泽东迄当阵接受这个千里门号这个策略。另外咧，1954年其实伫这个所在，咱嘛看到讲台湾和美国是签到这个台美这个共同防疫的这个条约啦迄当阵嘛是咱讲到台湾和美国有做一寡这个合作。咱看到讲中共看了嘛真野心迄当阵有一届这个危机伫咧。伫咧咱讲这个时阵，伫咧台湾、美国，咱讲行到是个新的这个战术的时阵，中共可能真佫看甲真刺激、真插目啦所以伫遮有人讲这个时阵介重要，可能伫明年，尤其咱讲即阵已经11月，明年真紧就要到。国成教授，你安怎看咧？第一头拄这个尤教授讲的，我感觉是足正确，就是过去中国的动作足大，但是咧拢无实际上的行动，所以台湾人可能拢感觉这个拢是讲。第二咧，就是即马足侪台湾人嘛带到中国大陆，这个虽然即马疫情的关系这个来往无遐过去遐济，
但是咧，一般人嘛，足侪人相信中国迄种诶统战，统战就是和平统一嘛。吼，中国地方诶官员嘛，常常讲啊，即个两岸吼，讲实在拢是。吼，都是做伙啦吼，这只要台湾无宣布独立，其实是袂安怎吼，来安台湾的这个台商的心嘛。吼，这种话台湾人讲实在嘛听几啊10年啊。吼，为开放开始，所以吼一般人对中国实在虽然无介意中国，但是认为是毋是中国马上会拍吼，受到这种的影响嘛有，这是第二。第三咧就是足侪人吼就。面对这种问题吼，讲实在嘛，唔知家己当做啥啦。吼，一般普通人啊，你讲哦，这逐工爱是爱生活，爱是爱上班，吼爱过日子，所以咧，吼真正对这种国家大事吼，我个人的经验，大家拢讲好啦，这是足重要，但是甲我有啥物关系？吼，我足关心的，但是我嘛无啥物代志通做嘛。吼，我无啥物影响的这个办法，吼，除非讲我即马有这个外国的护照，美国护照，必要的时阵我就来买美金，吼，来买机票，吼，准备来飞出去。但是即马疫情的关系，飞出去，足侪人嘛感觉讲哦危险啦，哦美国逐工疫情嘛是足严重，哦也是去，是毋是要关起来？吼，所以这个就是代表台湾人吼，一方面吼对家己吼有一定的信心啦。对中国讲话吼，和平统一这种吼，嘛是无讲完全无相信。但是上重要就是本身啊吼，对会当做啥物吼，其实台湾无亲像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咧，亲像欧洲的国家啦，吼，这个以色列是咱是卖比啦，吼，就是吼面对战争，吼面对这种国家危险的时阵吼，吼你各种的演习，吼各种的准备吼，一般政府是足认真的。吼，但是伫台湾咧，咱看吼，所有诶吼，亲像万安演习这种，每一年一遍尔吼，时间嘛1点钟，吼，所以讲，甲无可能互台湾人吼有真正正确、真正深的这个危机的意识，这是无可能的。吼，这所有诶演习吼，其实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吼，常常嘛有对演习嘛，吼，这种国土安全的演习嘛，这个吼治安的演习、航空的演习，但是咧时间咧。上侪拢是1工、半工、几下点钟，吼，甲一般人民吼嘛足远的啦。好，一般人民根本拢无参加这种演习，是啊，吼，嘛唔知影讲真正发生代志的时阵，我会当去倒位，我会当问啥物人，我会当得到啥物帮助，还是我需要做啥物代志？是，啊，这完全拢无啊。所以，吼，对一般人来讲，我既然是啥物拢无。这个什么代志拢袂当做，嘛唔知影怎做。当然只好相信政府，啊无就是相信天、相信地、相信家己。所以咱看讲是一种这个台湾无战事的一种感觉啦吼，有影啦吼。所以这款的这个气氛之下，但是咱看到讲中共3不5时这个战机吼，都安尼飞起来吼，甲咱吓者，可能大家嘛是吓了习惯啦吼。伊飞起来，咱吼这个国军嘛是起哩吼，大家。认为讲可能介诉上但是头拄国成教授嘛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咱若是认为讲真正出兵了后，咱会当做啥？其实咱会当做啥？这个部分无法度做一个解答的这个时阵，大家这个拍数才会遐尔悬，无认为伊会拍来吼。但是若真正拍来，大家真正期待美国会出来甲咱斗3工吼。继续，搁请教这个主任啦吼，真正大家望美国、望日本的这个时阵，大家安怎看咧？真正会来无？咱先来讲一个趣味的代志哦。拄有一个新闻讲，中国的商务部吼讲，即马要派台湾人吼喊吼，伊的人民讲你爱囤粮1个月吼。这个新闻本身就小可问题哦。你讲到歹听，你中国要拍台湾，你哪是你人民去囤粮1个月？应该是咱台湾人民囤粮1个月啊，还是讲吼美国要拍中国吼，中国的人民吼去囤粮1个月？你中国商务部乃宣布这个政策吼，所以我感觉足奇怪，这足奇怪，还是讲吼，因即摆要恢复封地的关系，还是讲3不5时吼，都甲迄小区甲封起来吼，所以封起来你爱囤1个月食物，毋是嘛吼，所以。这根本上唔是要攻打台湾、攻打台湾的吼，这是咱第一条。第二个吼，咱来看多迄个民调，有一寡民调咱感觉奇奇怪怪，讲你相信美国会来哦，美国会来吼，你要做兵我不爱吼，这民意吼，这分歧吼，这是正常，这是民主国家真正的民意吼，这是正常。咱看中国的民意，敢若唔是嘛？因为中国商务部讲你爱囤粮1个月哦，感觉即马就即马这2天哦。
你有一寡内地的民众哦，真正去吞让一个月，你要甲阮拍，你哪家己去吞让咧？你足奇怪，应该是拢咱台湾的民众爱吞让嘛，所以咱会看哦，这个新闻来看，其实吼。民意无共款哦，吼民意，但民主国家吼，甲集权国家无啥共款。咱搁爱看咱的代志哦，其实咱讲较歹听啦，咱生存吼嘛是爱靠军事力量，咱发展吼嘛爱靠经济吼，咱一般民众吼拢是咱大家趁大钱就好啊，吼袂去关心吼军事的事务。我是安尼看来讲吼，军事的事务吼，即摆吼愈来愈专业，吼愈来愈专业吼。咱即摆做军的啊，不管是陆军、海军吼、空军吼，迄种足专业的吼，专业的吼就交互专业人民哦，专业的吼官士兵吼去处理吼。咱民众咧拢咱个讲较低吼，就讲卖造成军队的负担。安尼就好啊，吼，那卖造成军队负担吼，就讲哦，咱譬如讲，比如讲吼，中国吼拍飞弹过来，有当时吼飞弹拍袂准，哦，那个渡边的所在，哦，咱居民咱就看要去走防空洞，还是讲吼，咱配合政府讲你有医疗吼、消防吼，这拢甲做好，吼，你卖造成吼军队负担，我是感觉吼，这就是对军队上好的支持。OK， 咱嘛讲到吼，这个数字啦吼，相信。其他国家会出兵来帮助台湾，这个咱讲拍线是真悬的吼。但是咱嘛讲到，无到半数对国军甲蔡总统这个备战有信心啦吼。这是代表啥物呢？虽然无到半数，但是咱有一个数字要互观众朋友来看吼，这是比英国拢较悬啊吧？是我先整体我讲一个概念啦吼，就讲台湾人绝大多数的人种6+4，无相信阿强会拍来，吼会武力款待。但是呢，有即个认知的人遐尼济，即款的判断遐尼济，但是其实伊嘛是有烦恼的所在啦。吼，咱为集体的即个台湾人的角度来看，毋是为个别的台湾人的角度来讲，集体人来看，好比讲你都要讲这或者台湾人4+8对国军有信心，但是有4+6对国军无信心，也是无信心啦，是毋是？吼，这是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家要发生战争的时阵，国民对国军无信心，这本身就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不过，你遮我要提出另外一个，我无定，互咱会感觉情形无遐歹。但是呢，嘛爱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台湾民意基金会这张图吼，是曾经2016年到今为止做过4摆的调查。4摆调查的结果，咱看到。2016年甲2018年，其实迄当阵问同款的问题，讲对国军有信心嘛无信心？迄当阵拢6+5，即个2018年进前啦，拢超过2/3的台湾人对国军会当去保护台湾这件代志无信心。有信心的拢超过2.9、2.7，无到3成呢。但是过去这2年发生一个真大的改变，对国军无信心的，虽然即摆无过半数，但是对国军有信心的已经增加20%。比如讲即摆2020年是这个对国军有信心的已经48.9%嘛，即摆就是2021年即摆10个上新的是48.4%。是。这个2年当中相差20%，这是足大的转变。为怎样？这就是一个上真趣味的原因。我感觉上直接的解释就是，美国因素。美国啦吼，美国因素造成台湾人对国军的信心大大提升。尤其买手这2届，咱讲是川普这个买手任吼，还有这个拜登拄好起来，你做的这个民调拄好伫这个时间点。都是当这个中国甲美国未拄好的时阵，开始伫对抗的时阵，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各种法律的通过、法案的通过，实质上的这个军售这个卖武器、大量的武器给台湾，美国官方高层的官员公开讲一寡话，就是讲叫中国袂当拍台湾，袂当改变这个袂当用非和平的方式改变台湾的这个台海的现状。所以这真济因素。归纳起来就是美国因素美国因素使得台湾人的信心对国军的信心提升，但是
都算是安尼，我正要讲的问题就是讲，都算是安尼，对国军呢有信心的人嘛是无超过半数。OK。哦，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吼。但是这款的表示讲无信心，这到底有理也无理啦。OK。其实咱爱真严肃去面对这个问题。台湾一对要甲中国比武力，无绝对是输的嘛。所以这真清明显的嘛，咱是要哪去对抗规个中国？是。但是对国军这个防卫还佫有将近50成的人对伊有信心的意思，当然。就是爱背后的这个美国出兵，对 ，OK， 所以你也看这个，你就知影哈，这个刚开始2018年、2020年做3摆调查，每一摆这个相信美国的出兵呢，拢节节高升，一直起来，是所以，但是我感觉这嘛是，这唔是代表讲台湾人吼，这个家己空思妄想啊，OK， 其实台湾人这款的转变，甲客观的这个。情势有真一致的关系。虽然台湾人嘛真好看风看势啦，其实台湾人无遐简单的，我感觉台湾人是一个真有国际观的一个民族啦。有影吼，咱嘛必须爱有啦吼。咱的消息来源遐济啊，就网络的世界啊，所以你唔通小看这个台湾人吼。台湾人其实这方面知影是真侪啦吼，所以甲这个世界的世界局势的步调其实是拢真一致啦。有影吼，咱看到讲吼，这个。2018年4月吼，迄当阵咱看到是美国川普这个时阵，迄当阵贸易战吼开始咧写，当阵台湾议题就豆豆咧欠管2020年吼，当时吼是咱讲迄当阵美国选举的这个一个大时间啦，迄当阵嘛是真热的吼，迄当阵。拍台湾牌可能伫这个咱讲美国这个国会也好，也是讲美国这个政治界内底，其实嘛有一寡这个因素伫咧。2021年吼，这个10月的时阵，就是咱看的，这个时阵已经嘛是这个拜登上任了，差不多已经半年的这个时间。咱嘛一直看到讲吼，自无共款的这个总统内底，咱过去就一直咧讲着吼，头拄啊有这个当处长嘛讲着，可能伫咧军售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这个川普买旗的时阵，咱就一看到讲这个军售啊，一直咧推出，一直咧推出，咱嘛一直过去有咧讨论讲。咱台湾嘛是爱发展家己无对等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模式啦吼，真正的，咱望美国，但是美国嘛望咱家己爱有这个战时的这个准备吼，咱继续搁请教国成教授啦吼，安怎来看咱台湾家己？虽然咱的国军的这个满意度啦，也未到半数，但是家己增加着家己实力已经有咧开始啊。头拄当处长讲的吼，我小可补充啊，就是美国因素足重要。OK。美国因素嘛受到台湾本身的政治发展影响。其实咧，美国政府咧，伫马英九时代吼，对马政府对台湾的军售嘛是有啦。嘛是有啦。但是迄个时阵吼，讲实在，马政府的重点是中国啦。伊23协议，伊强调的是伊对中国的关系是改善足侪。所以咧，一般人可能是迄个时阵就无感觉美国对台湾的重要。OK。但是伫这个2016年以后，吼，这个政党轮替嘛，民进党执政，民进党执政，无人认为民进党执政的时阵的两岸关系比马政府的时阵较好啦。所以迄个时阵，民进党嘛强调讲，民进党起来以后，对美国的关系变较好，所以新闻啦、媒体吼，拢强调这点。所以伫台湾人心内吼，我感觉美国的重要性，美国的形象吼有较变较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国军吼，讲实在，这个除了美国因素足重要以外，我个人认为吼，因为为差不多几下年以来吼，国军已经完全转做是全部的募兵全部是这个支援的。以前为什么大家拢足无信心呢？因为大家拢去做兵做过兵的人看到转来讲实在对国军有足好的印象感觉讲这个团体是一个有足好的管理足好的体制人我比例是真少，这是事实。但是咧，完全这个募兵以后国军就变做一个职业化。这职业化讲实在内部的训练、内部的管理是毋是有变较好？我唔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对台湾人来讲，第一是甲国军的距离变到这个变较远。然后咧，这个专业的形象有增加。亲像台湾人对警察讲实在，警察每一年当然都辛苦的，但是嘛有足侪司法的代志啊，什么这个大家新闻拢看有嘛。但是台湾人对警察的信任
程度是足悬的哦。是。因为警察即马是完全是直业的。OK。还无人讲是即马是这个替代役是甲真正是这办案的，这警察是无咧办案啊。无咧办案。是。吼，所以咧就是讲。即个足侪人讲，台湾人无想要做兵啦，恢复征兵啦，吼，即种的言论吼，讲甲台湾面对即马各项的挑战，实在要改变，吼，即个制度等等，吼，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咧，这几项年来吼，国军改做募兵以后吼，其实甲人民对国军的即个信任的提升吼，是有关系，是有关系，是同步的。第二咧，就是吼，即马来讲就是。国军哦，就是变做讲，伊训练的时间嘛足长。起码是做兵的人吼，普遍吼，即个装备哈，即个吼，比以前来讲，以前做兵吼，感觉都是哈，即种足无奈的。然后咧，足无奈，吼去到甚至以前陆军吼，足侪讲伫外岛吼，足人讲亲像迄起价差不多吼。当然这是一种吼较无公平的讲法，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以前去外岛吼，马祖马祖这实在是。这状况是足歹啦，每一个人拢有足侪故事，但是即马吼，无论如何吼，即个基层的管理啦，吼形象，即个尤其是会当领钱吼，吼普遍互台湾人认为讲，其实去做兵嘛，毋是足歹的代志。足侪外国人吼，包含台湾家己人，拢讲台湾囡仔、台湾人无想要做兵。其实咧，台湾人口的比例，甲咱国军的人数吼。比起来吼，全世界已经足悬，比例已经悬啦，已经非常悬啦。亲像澳洲啊、加拿大，加拿大甲台湾的人口差不多，伊咧军方的人数无台湾一半呢。全部拢是志愿的啊，即马拢是去募兵，愿意去参加，不管你是做军官、士官是士兵吼，台湾人无讲吼较无想要去保护国家呢。日本的人口是台湾6倍呢，但是日本的这个军方的军队的数量甲台湾差不多呢，所以。你即马台湾人足济吼，我感觉这嘛是中国的一种的，即个认知战的一部分，就是吼，普遍台湾的少年人，台湾人无想要做兵，台湾人安怎吼讲什么做兵剩4个月所以无战力，其实即马所有部队战斗部队无4个月嘛，是啊，全部拢是即个长期的即个吼即个职业的嘛，吼4个月只是一种训练尔嘛。所以，但是咧，足侪人就讲啊，即马说4个月无战力，其实即马驶即个军舰、驶战车，即个拢毋是4个月，拢毋是4个月啊。4个月嘛无法度培养这即个人才。嘛毋是嘛，即马完全拢已经分开。好，但是政府可能这方面吼，好，我感觉是爱提升即个宣传啦。OK。好，爱互去做兵的即个囡仔吼，志愿役的即个人爱有信心。有影。好，互台湾人有信心，其实无遐歹。是啦，吼，即个福利嘛爱增加。咱看讲美国安怎吼培养即个军人吼，因其实互因真大即个福利啦吼。啊，其实咱嘛讲着吼，到底征兵还是募兵吼，其实美国即个因素嘛真侪吼。美国可能有当时啊，都讲哇，咱即阵该即个吼募兵的即个部分吼，即个兵数也是讲吼。来源一个算少啦吼，因过去嘛有讲着吼，是毋是爱全面恢复着即个征兵的即个部分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即个民调出来啦，咱看到讲过去来上过节目的即个罗水兄，伊讲着吼，虽然咱即阵即个过半数无过半数吼，拢认为讲咱台湾国军吼较无较容易来去做一寡即个备战，但是已经比过去的即个总统陈水扁也好，马英九吼，甲即阵蔡英文安尼啦吼。行较好啦吼，伊嘛讲着，即个募兵制吼，真正是一条即个不归路啦。伊讲吼，Lithuania 就是关水岸，互咱的即个立陶宛，因伫2015年的时阵面对着即个罗西亚的即个威胁的时阵，去恢复着即个征兵制啦吼。啊，台湾迄当阵受到真大的即个压力，啊是安怎？即个领导人拢无搁甲回头，甲即个模式吼，甲做一寡转变。先来请教主任吼，头拄啊，咱自即个6城5龙机械吼，美国来甲咱斗3工啊，张教授嘛甲咱讲着吼，即个咱讲募兵即阵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即个形象，但是罗水兄嘛有另外一种建议，咱应该恢复征兵，你安怎看？咱先来补充讲啊，为什么吼民众讲认为吼美国人会来？那第一点来讲吼，咱的部队的现况，美国人为什么会来？咱来看吼。几届吼台海危机吼，台海危机吼第一届是1954年吼，1954年啊，伊当阵吼发生93炮战吼，那93炮战了后，其实咱谈迄个铁江吼，铁江的一江山吼，一江山吼，遐有小可的吼，咱的驻军吼，那驻军了后，迄当阵呢吼是谈美国吼第7舰官吼，第7舰队吼，慢慢啊吼，甲咱来掩护吼。
安抚咱的大城居民吼来遮定居吼。咱即摆看到中和啦吼，小可有好像一寡吼一江山的居民的小区域吼小区，迄当阵就是吼。1954年来，那第二届是1958年吼，咱即摆就823的炮战，迄当阵炮战呢，其实美国嘛有咧看，美国咧看啊，你中共吼发生吼发射吼遐一专炮弹吼，迄当阵吼美国吼紧紧吼，甲伊的8寸的炮吼运去吼金门，金门了后呢，有一届吼。这8寸炮，炮弹吼，竟然拍去厦门的车条，有两下，有一个讲法来讲，是毋是吼？美国人吼，互咱台湾吼拍迄个炮，迄个炮是原子的炮弹。OK。即摆到摆吼，就是讲第一天无拍，第二天拍，就单打双不打，迄当做时间吼，这是第二届吼。美国人有来，那第三届就是1995年吼，1996年吼，飞弹危机，飞弹危机迄当阵吼是美国派2架吼。航空母舰吼来台湾吼，那迄当阵吼嘛是有吼美国人来，那虽然讲啦，咱1979年吼了美国甲中国建交，毋过呢，伊美国吼透过吼军售吼出卖武器互咱吼，还是讲吼派吼伊的教官吼来训练咱的军队吼，这是吼美国吼帮助咱台湾方式，所以咱即摆民众讲真有代志，真有代志吼。美国人会来那无一定是军队来无一定像迄日本韩国的驻军可能毋是即个方式可能是派新的比如战斗机过来还是讲轰炸机过来，还是讲派军人来顺利咱的台湾海峡，还是讲咱即摆顶一礼拜新闻报道讲美国真正有驻军，毋过迄驻军是小可应该算教官啦官了教官来教咱的陆战队，还是讲咱特殊的作战单位要去修正这是有的这是有的这方式是有的美国人还是讲美国教练教官是有来台湾。咱来补充上，为什么即摆军队无法度迄个征兵制度？咱征兵制度是古早征兵甲动员是。19世纪第一届出现这动员这两字动员了迄当阵是拢是步兵为主步兵为主这个动员甲征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届世界大战这拼人数啦对拼人数你讲你上动员的人较济你可能会较赢迄是第一届代志，第二届代志毋过到1930年的时阵，飞机出现啊飞机出现啊，你讲歹听你动员较济人。要创啥 ？OK， 大家动员海人对，咱会使步枪咱会使咱会使火箭咱嘛会使拍。毋过你面对迄空军人的战斗机轰炸机过来，你动员较济人是要创啥？要做炮灰吗？做炮灰还是做爆点？这咱思考所以甲摆美国差不多1970年了开始就专业的这募兵的制度募兵的制度为什么爱募兵？第一钱较济钱是较济。那第二个讲，即摆武器愈来愈先进你愈来愈先进，咱就讲咱即摆无要解决后边的这咱后边讨论后边的制度讲是你一个人民去军营内底训练到伊会使。射击步枪，大步枪，还是讲天竺路手榴弹，还是讲拍迄个火箭弹，这可能要2个月。是啊，2个月了，咱即马是毋讲4个月，4个月了，还有其他武器爱操作譬如讲迫击炮，还是讲轻的机枪，这拢爱搁训练，训练再训练，咱即马你若讲真正要全面的征兵制度。可能这是较麻烦，因为讲歹听你若无训练的兵你去操作迄先进的武器，若去互你弄歹，这面拢足贵的咱来想一个讲较基层的基层的咱来讲你有法度甲这动员的士兵去开战斗机嘛？无可能去开军舰嘛？无可能也是讲去开战车，这嘛是无可能咱看迄云豹的驾车，也是讲迄战车，迄拢爱训练迄训练迄训练你要去驶战车还是开迄驾车，迄拢爱时间你若讲咱的一般的征兵制度拢讲歹听，做步兵尔那步兵了你毋是讲这人动员较济，毋是。
无遮简单哦，无遮简单哦。你爱甲动员遮侪人吼，咱比如讲10万人，10万人呢，遮的人吼要运输吼，你讲歹听，你要坐车还是要行路？通常咱即摆拢爱坐车吼，这个国语叫数据吼，就是载具吼，就讲你有啥物车啊？你要啥物方式甲运输哦？但即个所在去即个所在吼，这是运输的问题。啊，个通讯吼，通讯的问题嘛最重要啊！你毋是讲啊，你动员遮侪人吼，就讲非有吼征兵制度吼，遮侪人，你遮侪人吼，要安通联吼？比如我即个班甲排要安通联吼，啊，即陆军要甲海军的、友军的单位做通联，这拢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其实即马世界国家吼，拢是吼。专业的吼，专业军人啊，有影啦吼，咱讲吼，真正要全面过来恢复到这个征兵，其实吼，咱台湾民心可能嘛有一寡无适应啦，因讲吼，这个专业的这个形象已经有啊，但是过去吼有一寡这台湾人都是无想要这个做兵的这个心理嘛是有啦吼。啊，另外咱就讲吼，安怎吼，甲这个专业的形象更较加强，这是吼政府爱去做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讲到吼，最近咱看到讲台海紧张这个情势这个部分。咱讲什么时阵吼，中共真正会拍来吼？咱讲到过去啦吼，2024年甲这个2027吼，咱讲2024吼是这个台湾吼后一届这个政党的这个大选啦吼，总统的这个选举。2027年是这个中国解放军吼，这个建军霸当的这个时阵，迄当阵台湾吼、台海吼，可能是战争真危险的这个时期。若是台海吼发生着这个战争，美国、日本吼来援助台湾吼，这是咱讲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吼，这个咱讲分析师啦吼来做一个分析。另外，明年嘛有可能吼，明年咱过去咧讨论讲，中国习近平伊咱讲10党的这个时间到吼，中共20代吼，习近平可能是毋是会当重心执政吼？这个前后这个时间点，可能会对台湾啦来发动攻击。尤其咱看到讲吼，中国内部已经吼有一寡这个战斗开始吼，内部其实战来战去，打来打去吼，可能2022年吼，啊今咱看到讲邱国正，伊讲伊做。咱讲军事40外冬来，即阵是咱讲上严峻的这个时期。中国已经有反台能力了吼，啊，到底什么时阵可能是2025年吼？压价这个攻台的这个成本是2025年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前北京国安顾问吼，伊安怎讲来讲吼，中国这个军机吼，三不时吼，就来遮起无空吼，西南咱的防空识别区这个 ADIZ 这个所在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台湾这个情势吼，到进入非常危险的这个时阵，吼，美国、日本吼，拢总爱来提升对中国压制这个阻力吼。头拄啊。咱讲到这个时间点这个问题，啊，咱嘛讲到吼，这个民调吼对大家这个影响吼，大家安怎看这个民调？大家安怎看咱的国军？啊，其实咱讲到这个时间点啦吼，安怎摇拢摇袂准，咱继续搁请教吼董事长啦吼。拄则吼，咱头拄也分析过，遮尔济这个时间点也好，啊，甚至讲大家吼对这个军人的这个期待啦吼，嘛是有一寡因素伫咧吼。你安怎总盘来看？头拄咱讲吼，征兵募兵，其实美国嘛有一个因素伫内底，伊会吼三不时就讲哦，咱的这个人数无够济。我就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对阿强啊当时要出兵，这款的武器其实拢真困难，真困难啦吼，真困难啦。我嘛无印象中嘛唔知啊，敢若嘛无啥物人讲武器倒一摆战争，倒一天会发动真正会发动安尼。成功的我看嘛无啦。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要当时要去拍英国，拍这个法国，我真因为决定这个吼，这个讲这个。决策的形成有真侪因素会去影响啦，所以当然学者研究拢有参考的价值啦。我是感觉讲这中国是毋是会拍台湾？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来讲吼，在正常的情形之下，阿强也袂拍台湾。袂拍啦。正常的啊，正常的情形之下啦吼，但是即马毋是正常的时阵。OK。即马啦。一月你内底680台飞机，你遮飞来飞去，安尼哪有算正常？吼，所以有人讲这都已经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摆啊！吼，世界各国政府也好，媒体也好，也是吼，遮学者吼，大家拢非常的重视，拢真紧张讲这是上危险的所在，全地球上危险的所在。OK。台湾人无啥讲，咱拄则有讲到原因啦吼。但我感觉这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部分可能拄则无讲到，就是讲政府的态度是安怎？咱的政府的态度。咱的政府对于这个两岸这个有可能发生战争，阿强可能拍来这个态度是安怎？政府
到今为止无真正对人民真完整的说明，真实实在在来说明讲，咱即马面对什么款的威胁。OK， 区国政有讲啦，中国的威胁，伊迄种破破尔，OK， 破破讲尔，咱面对是什么款的威胁？若真正代志发生，会安怎发生？哦，这个飞弹安怎下来？这个飞机等等，咱其实对这个威胁真正这个威胁的内容都无清楚。是伊嘛唔敢遐明讲，人民嘛无清，但对政治学者来看这个见证这个代志啊，讲一国的领导人有义务、有责任，甲这个客观的情势。某种程度，甲互人民知影，咱会面对什么款的威胁，政府即马伫安怎处理？有可能咱因为安尼，即个比如讲战争，即个威胁发生的时阵，咱会付出什么款的代价？咱会做好即个牺牲的心理准备。我觉得以色列绝对甲台湾无共款以色列的人应该真清楚即个以牙之间的关系嘛，但咱。我唔知这是尤其即马发生的时阵，都是蔡英文总统的主政的时阵啦。因为以前阿扁时代、马英九时代都无这个代志。所以这个时阵，这非常某种程度是非常的时期，一国的领导人要安怎这个采取一个较负责任的个就是讲一个。真正扮演国家领导人的角色，是就是讲吼，第四届这个台海危机啊啦吼，伊应当爱来做一寡这个选择。我感觉这就是讲，因为政府啊无啥咧做这啦，包括国防部拢配合讲，国安会也无角色啦。这其他的部门，比如讲陆委会这个邱泰山就出来讲，准战争布局状态但是安怎准战争布局状态伊嘛是配合讲者尔嘛像这个邱国正部长，伊就讲，我阿公有能力拍台湾2025年，伊伊就绝对有能力来。但是嘛是安尼讲的。我是感觉，政府伫这方面爱搁较顶真一下啦。就是讲人民。拄要这个国成教授讲的，人民嘛唔知影，敢若戆咧若发生代志，我要创啥？其实唔是讲我要创啥啦，代志发生了，我应该安怎来投入还是我来参与，还是我应该爱安怎来面对这个情势？是不是蔡政府会惊讲这个咱的个人的代志呢？这是整体的国家台湾的大代志嘛？尤其这可能是牵涉到讲，若是我真正安尼宣布咱台湾经济安怎，伊是不是思考着其他的方式较济？无介清楚，但是我感觉，因为咱即马面对的这个情势，你要相信讲这是代志一定是发生啊。虽然你无一定会真正拍过来，但是你要看。美国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离台湾遐远，连英国的国防国防大臣嘛出来讲，中国你袂使你要去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你甲台湾的问题啦。OK， 所以这个全世界拢是有这个共识，拢伫带咧等，结果你台湾政府坦白讲，伫这方面我感觉会当加强。是讲台湾政府就等讲哇，全球这个咱风势吹来遮，咱就打这个风势。全球安尼甲咱听咧就好啊！过去咱嘛有讨论过这个咱讲习近平嘛，嘛讲这个海水啦会烧会温就好啊，无爱互伊滚起来啦。迄是一种讲法，就讲无你680台飞机安尼弄来，你台湾人嘛无感觉安怎这就是到时伊安尼2年嘛，2年足2年，大家爱了解足2年2020年开始甲进2年因做这是要什么目的？是一定有一寡目的当然这学者分析都足侪。我基本上我是感觉讲，目前安尼情形是毋是甲过去拢是平常的状况？是讲咱即马是一个非常的状态。OK， 政府要讲明啦政府爱对这方面其实爱做搁较侪代志。OK， 政府的角色伫这个部分咱讨论者拢无看到，咱讲有一寡这个说明啦但是咱嘛看到讲中国到底会拍来无这有一寡这个分析有人讲这中国军力无法度去运用大规模开战但是即阵咱嘛知影伊的这个能力是哪来哪强明年是毋是一个因素咧？明年北京要办这个
冬季的这个奥运吼，明年2月就要来举办，所以咧受到这个疫情也好啦，受到要办这个冬季的这个奥运，可能袂伫这个时间啦吼。另外咱讲吼，这个内部经济吼，真正咧落厝啦吼，社会感控也是讲吼，这个好野人甲善车人吼，这落差争吵伤济，中国内部有一寡这个因素吼，嘛期待讲可能袂啦吼。另外，这个美国处理到这个阿富汗吼，这个敌军的这个实力可能会力保吼，咱讲美国伫遮会保全台湾吼，这嘛是有人在分析。明年就是这个美国吼11月要进行着其中的这个选举啦吼，这个共和党也好，民主党吼对中共的态度佫加较强硬吼，所以吼方方面面来看，中共是毋是会来吼，则是写讲较歹来拍台湾，但是嘛是要有所因应。教授安怎看讲这5点的这个咱讲分析咧？我想这5点拢有道理啦。OK， 这有道理，但是台语有一句话嘛，足长的上尾一句就是无天良行，神经无正常。行无正常的啦，中共。但是这5点拢是正常啦，安尼当然就这5点拢成立。是。但是假使这个头壳无正常吼，这就歹讲。OK。所以咧，其实国防本来就是准备讲，这个敌人吼，这个神经无正常的时阵吼，咱嘛是爱准备好势啦。有准备好势啦。即摆我看吼，政治因素吼，可能对台湾来讲也无遐尔危险。因为咧中国吼讲这个和平统一已经讲几啊10年啊，即摆假使爱用武力吼，伊内部至少爱对过去遐尔啊侪年几啊10年吼，即摆爱用到武力，一定是代表和平统一已经失败嘛，已经无希望啊。是，所以内部爱先承认吼，就是和平统一，吼，这个已经失败。所以对伊来讲，这是政治问题啊。吼，伊每一年投入足侪资源、足侪统战，就是爱和平统一。即摆这个和平统一的部门，爱甲习近平报告讲，大个，收起来啊，已经无可能啊。这习近平一直问你，代表你的行动，你的工会几啊10年一定拢失败嘛。假使讲伊内部开始来追究这个人的责任，开始有政治的这个斗争，这个斗争就是讲开始有一群人开始出代志吼，就代表讲这个已经形成一种的意识啦。假使无吼，其实讲实在，因为这个和平统一对中国来讲嘛是足侪好处啦。所以假使有希望会当继续，伊爱是用和平的方式，对伊来讲成本低，而且是对伊国际上嘛毋免战争啊。你即马战争以后，伊一定嘛有损失啦。这个损失对伊的这个力量，对伊的资源无论如何拢是足大的影响。OK， 所以这个我感觉嘛无遐悲观啦。但是相对中国影响的因素就是这个台湾内部的人心啦。假使伊认为用武力一部分的武力，你台湾就会投降。这对伊来讲就是这个上大的这个因素啦。是，所以咱讲到啦到底中国会拍来无咱头都有讲到这个5点这个分析啦对中国内部来讲亲像讲这个过去和平统一这派那真正收店啊、关门啊啦因遮一个出代志了是毋是这个鹰派这个势力就再起动武的可能性就增加啦这是咱讲张教授所想的。继续搁请教主任啦你安怎想咧？和平派的这边和平统一这阵店若收起来，这个鹰派这个胜利就哪来哪好啊？咱看啦，讲确实啦，和平统一这派失势鹰派这个要统一台湾伊要统一台湾咱要拍要拍即摆拍毋是讲像古早1944年诺曼底登陆作战，毋是即摆可能毋是即摆2届作战其实咧就多元的包含直升机还是讲快速的气垫船这拢是一个方向毋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咱看地图，中国甲顶悬有地图北边有俄罗斯伊个西南有印度伊外海佫有美国。你真正讲真正要出兵台湾你这3方面要安防范这是伊爱思考。咱第二思考讲，伊真正是要拍台湾伊是要用啥物方式来拍台湾？拍飞弹吗？有1995年1996年即摆东风16东风15东风17拢足济。拍飞弹了啊，真正讲拍一个飞弹了咱这可能一空一空了讲，也是讲咱的基地向拍歹去。拍歹去无要紧啊，人有落来无？无所以咱讲较歹听不管伊用战斗机来咱西南的空域去，你讲来甲咱侵了
伊飞1點鐘、2點鐘，伊都愛落去加油啊。是。落去加油啊，除非即個飛機衝過咱過來，好，那無在調咱就傳伊就1點鐘就轉去啊。1點鐘轉去啊，咱即擺防講啊，伊可能伊建軍建政建黨即個特別的日子伊會較濟食來哦。伊若講較濟食來咱的空軍都愛準備這是咱準備咱即擺防的講伊真正要拍，伊真正要拍講，伊若講像講古早登陸作戰派軍隊起來，即個咱就較注意，還是講伊派軍隊打迄軍艦過來，還是講伊的線兵的空降，還是講直升機落來即個咱較注意咱毋過呢，我相信不管咱三軍攏對因個登陸作戰，還是講個散兵的空降攏有做準備，攏有做準備啦所以咱講到，其實咱無管咱即個民眾對於咱的國軍有信任也無結果嘛是來到較懸的這個點其實咱講即個三軍攏總有咧做準備這是嘛互咱較安慰但是咱嘛講到即個內部有一寡即個討論就是咱台灣安怎去看講，甲中國遮要行較晏還是行較遠咧即個討論但是這嘛會影響到咱是毋是一直拍即個空中保台即款的即個路線等等啦但是規個來看咱嘛看到講今仔日有即個歐洲的即個議會來到咱台灣咱頭拄仔講的是即個軍事武力來拍台灣、來戰台灣，但是過去咱嘛一直咧討論講，毋是用即個武力的即個做法咧親像講是假消息來滲透，也是講甚至是外部勢力侵擾到咱的即個公廟也好，等等的即個無共勢力佇咱的即個基層社會咧直接侵擾、親門踏戶，已經來到台灣即個部分歐洲遮即陣嘛甲咱做合作當時點樣看？我感覺這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一個代志啦。OK。因為這個美國、日本、歐盟，這就民主國家嘛，這個當美國、日本攏表示真明確的態度，這個叫中國袂當安尼這個欺負台灣，這個經濟、軍事各方面安尼呼籲伊袂當用非和平的手段解決問題啦所以即馬歐洲來，我感覺這有真大的象徵意義啦。為早去即個捷克，尾啊立陶宛，遮荷蘭的我一寡國家來送即個即個疫苗遐開始到今為止，我想包括歐盟在內啦，歐盟這相關的人來，迄都表示講，你看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歐盟攏一致嘛，攏佇注意這個台海情勢演變嘛，來就是表示我徛佇你這邊。就同款的意思，就敢魔戒內底，迄個人類咧戰爭的時陣，精靈去幫助啦，這就是咱精靈共款。咱有即個，親像美國、咱日本，閣有咱歐洲的即個精靈咧，甲咱鬥相共、鬥幫助。美國、日本、歐洲各國啊，主要國家。是，所以咱當看到講。所以即馬就講中國即馬是有夠個人緣啦。有影，咱今日來看到講即個拜登其實佇即個峰會頭頂，佫講即個中國習近平唔敢去。澳洲咱講即個羅西亞毋是澳洲啦，羅西亞即個普丁嘛唔敢去啦伊講你中國要成做一個世界領袖、領導的即個國家，你唔敢來，代表你已經失去掉即個影響力啊咱嘛看到講規個世、規個迄個風即個拜登即陣嘛真敢講嘛唔驚佫刺激到即個中國啦上尾請教張教授啦規個來看啦會拍袂拍咱唔知，但是美國即陣已經搶足明啊，就是中國已經甲伊列做是咱講。真大的這個對手，但是拜登嘛無咧甲驚對，這個當然對台灣來講，朋友愈濟愈好。這種支持不管如何這個絕對是愈較好，愈濟愈好。是啊。這個美國來講伊甲這個歐洲即馬合作的關係愈來愈深。所以這個一定會討論到這個安全的問題。將來咧，假使中國拍台灣對美國來講，除咗軍事上支持台灣以外，美國國內的民意是毋是愛支持台灣甲國際上是毋是支持美國來支持台灣這足關係足大呢。是。這個所以咧，假使這個歐洲無一定派兵，但是歐洲支持美國
支援台湾。哦，这对美国本身人民支持台湾的这个意愿吼，有直接的影响哦，有较大哦。是。哦，亲像以前美国去这个韩国拍这个战争，哦，迄个时阵英国支持，法国支持，哦，虽然美国去拍这个韩国的战争韩战吼，哦，伊就拍3年，结果是这个基本上无输，但是咧，伊去越南的时阵吼，欧洲拢无支持，哦，英国、法国这种拢无派兵，哦，联合国无派兵，哦，所以尾的结果虽然美国哦实力较强，但是咧越南就是无甲保护着，所以咧其实欧洲吼，伊对美国的支持吼，对台湾对这个对安全吼，虽然伊足远的，但是其实非常重要。有影吼，行真麻啦吼，咱看到讲吼，世界这个态势吼，这个风这个势，咱过去就讲吼，即阵真正是台湾这个好时阵吼，但是咱嘛是爱做好所有的准备，来因应着讲随时可能面对吼这个中共的这挑战吼。今日非常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